观众朋友，今日个好麻烦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讲起正月15，我哋一般讲嘅元宵节吼，对于我哋六队嘅客家人来讲嘅话，伊唔单止係拜八公，無如我哋講算是過重要嘅日子，但是其實我哋咪有啲過鬧日嘅法通，我哋還有拜神燈，還有我哋咪有斬炮仗。斬炮仗也一啲差唔多會有200年嘅歷史嘅一啲鬧日，伊唔單止算是一啲傳統嘅一個基點，同時伊嘛係展現到我哋先民舒服我哋莊頭嘅歷史。我哋今日有想到係來自我哋屏東灣碼590歲嘅宋真山，有人嚟分享講，中華嘅590歲為保護入嘅歷史，同時希望講把入嘅傳統發展成一啲體驗嘅法通。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真山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灣碼590歲嘅宋真山。其實我聽白講到真山嘅時節啦，我都想到講，當初我講到斬炮仗入嘅議題，可能都會阿伯啦。一般來講嘅話，我都想到講，可能訪問係啲阿伯，咁我冇想到講，真山係啲按年強嘅一啲後生嘅來講，斬炮仗呢件事情。喺開始今日節目以前啊，我想講，聽到冇人講，萬歲一開始接觸到斬炮仗嘅時節，差唔多到誰啊？我有記憶時節，太學係小學嘅時節，差唔多5-6年前安尼時節啦。斬炮仗吼，其實喺我哋動員中，戲服費地背一啲法通，吼，入背後吼有幾層嘅文化脈絡，吼，像我哋動員中嘅戲服費，係每年嘅正月班，攞去舉行我哋嘅戲服費，北宮嘅戲服，吼，嗰所以我哋斬炮仗係其中一啲法通，吼，我哋北宮戲服費呢，包含呢有喺正月13嘅時節。我哋呢都會先搭一啲服裝，吼，正月14嘅下豬頭，我哋呢都會有我哋呢爐主，吼，帶領我哋去總督嘅同我哋北宮全部唱上我哋呢橋嘅，吼，嗰位有總督嘅地方嘅寺廟嘅神明，買向下唱上橋嘅，到我哋呢服裝地方安坐，本我哋呢嘅所有嘅居民吼來祭拜，吼。喺正月14嘅暗晡頭，會有一啲拜天公嘅儀式，吼。拜天公吼，今日嘅假使我哋春都嘅地方有欣賞嘅鵝鴨，吼，你我哋講嘅甜點嘛，吼。甜點嘅家庭，伊就會準備甜嘅神燈板，吼，神燈板讓我哋咧服從拜拜。拜起嚟以後，一條神燈板吼，你會發本大家人，吼，大家人享用，哦，嗰所以講，也係一連串嗰神聖嘅儀式啦，都係正月班，正月班嘅早晨，我哋會祭北宮，祭北宮係咧，我哋因為要做盤花 DIY， 嗰神燈板嘅 DIY， 都係嗰正月班咧下豬頭，那係我哋第一按照斬炮仗嘅法通，法通嘅建議咧，我哋會提現場加一啲嗰差唔多24節以上嘅刺竹，有一條係齊嘅刺竹，唔可以迄個 Q 嘅，嗰個咧提刺竹，但係我哋都掛上我哋嘅炮籠，炮籠，嗰個我哋下輩我哋參賽嘅一條民眾都拿炮嘅對下輩我哋接我哋嘅斬炮仗。原則上都按呢法通按呢。嗰種人頭嘅戲服、人面嘅玩法，對我哋六隊客家人嚟講，最重要係真係把我哋一幾年呢，睇舒服我哋莊頭嘅北宮，全部唱過來，接觸客家人嘅一啲感情，接觸客家人嘅祭拜係咧係，再唱定幾幾年來為嘅繼續舒服我哋嘅莊園。嗰種其實唔單止講有嘅幾點地步，一啲歌唱地步，其實都展現到我哋客家人對先民嘅一種。算是尊敬，好嘛？同時去感謝到也就我哋中華講北宮都我哋咧阿公嘅爸爸，我哋地位我哋咧種族地位最比分最高嘅，邊個阿公萬嗰個嘛？但是都等於都講，但是伊係乜嘢？係我哋陸客人，陸客人平常喺外面舒服他家人嘅安全，人同人面是唱過來食啲飯，同我哋工作如果是個尾牙嘛，春酒尾牙，其實亂嘅意思啦。但是佢神奇講，個做乜嘅我有斬炮仗嘅歷史咯。斬炮仗睇有時有2種講法嘛。第一種講法你講佢係都鄭成功，而係訓練也嘅官兵，
吼，摕闲闲的时间，如节泡的，吼，唔会比等田边去讲一样的作战啦，吼。啊，听呢种吼，如我哋讲嘅保家卫乡诶，安尼讲法，吼，因为佢下我哋研究水吼，喺地理位置個特殊，隔壁路有原住民，还有荷兰人，吼，嗰個不是會有上漲或漲體內，係一種嘅情形發生。嗰陣我哋研究水吼，如果摕撞愛同一炮籠掛起來，吼，啊因為佢下冇天花嘛，嘛冇建廊嘛。所以咧，用炮籠，假使有岸人去來你潛嘅時間，去來打人嘅時間，人哋都將一炮籠點出來，啊點出來以後，佢噼里啪啦過太上，嗰陣人哋仲都會嗰度好上嘅，如果過來聽書，吼，同一度外來人都退擊退安尼啦，係，嗰陣後尾面咧都衍生出人哋每家府地背後，攏會標嗰啲炮籠。假使講碌下有乜嘅各種態事情嘅時節，人哋每個同樣炮籠點出來，嗬點出來以後咧，如果有人來同人哋聽書，嗬都同人哋同樣就唔好嘅事情都解起嚟，嗰個後面嗬有18路槍安尼消災解厄嘅意思提下啦，嗰時都變成講，伊唔單止講喺以前早期，我哋呢度愛大家通知講由外面嘅人入來，我哋裝台灣嚇，通知他人要注意。同時嘛，變成一啲平常時，我哋可以去訓練我哋自家嘅一啲體力嘅一啲發通，慢慢地變成一啲消災解或一啲象徵嚟頭。可是按你嚟講話，其實就變成講。對以前傳統嘅一種運動，嚇一種算是團練嘅一種運動地方，變成健康體育場地方，我哋可能有看得到嘅。咁從一般人嚟講，我頭都有講，算是一啲節子跑嘛。可是節子跑一件事情，嗰種講未來本他嘅人參加嘅時節，有乜嘅地方要注意？好，第擺節子跑嘅朋友嗬，可能會較緊張啦，係錯。但是人哋都做好嘅一些安全嘅準備，譬如講，人哋馬步疏拖，帶定來，嚇。啊，天呢嗬，嘅自跑嘅對應點速都要爆炸，差唔多5秒鐘嘅時間。係，嗰陣當人哋點速來提疏航嘅時間，你唔好提嘅踩太他嗬，你差唔多5秒鐘以內，你夾夾接出去安尼，係。按呢法其實都冇乜嘅安全性，係咪講安全嘅？有看過一個把嘅雷達接出去嘅冇？有啊，跑喺度雷達講下出去嘅。緊張唔掂咧，唔掂即係那時候5秒鐘嘛，唔掂即係那時候叫雷達先比出去嘅。緊張哦。係啊，但是因為將來動作嘅等於講，今日嚟看可能感覺到佢好夠啦，因為今日嗰度體驗活動裏邊，其實冇按刺激的啦。冇按觸及嘅啦，嚇，因為太多體驗活動，冇打輸入嘅啦，變乜嘅東西，但是按觸及嘅其實冇嗰種嘅，但是問題係講，從一般嚟講，你愛攀一啲長跑上，我哋講長一生路嚟講嘅吧，你愛通用一多年力去攀也發通。哦，假使講貴嘅衣服對養生、強身啊個幾百公百天公。按你一連串下來吼，人哋子宮朋友最冇嘅設備到20設備按多年，啊體育事業攞人復甦，吼，人仲都會復甦，強下來聽書啦。因為頭先有講到戲服費吼，因為戲服費算是人哋總頭地方過傳統嘅一啲算是早期嘅生命費啦，吼。可是你看而家按人強人馬來參加戲服費嘅發通，我還是問到個強項問題，因為一種過傳統嘅一種組織對人哋強人嚟講，亦係用一種嘅，你係用嚟看待一種傳統嘅一種組織。好，像我哋研究書嘅戲服費吼，我感覺伊都係為到祈求我哋總督嘅平安嘛，啊嘛可以祈求好運啦吼。啊，像按年嘅發通，個加上要長跑上按年嘅發通，嗰陣我感覺，伊對我哋嚟講，有幾神奇啦，幾神奇嘅地方啦，係，嗰陣我會去接觸伊。啊，嗰個吼，因為之前攏係嗌阿叔，按到賴建義賴先生吼，伊都嗌等更加祈福會理事長，啊，也見人也有個路嘅吼，嗰所以咧要天天咧同也件事情吼都搞本嚟來做安尼。但是你這個冇人咪講，哎呀，老人家事情，我想到講，該老人家要處理如何呀？
老人家有老人家的做法，但是我认为讲一种气氛飞，我哋可以後生嘅來做，會更有活力、無窮樣嘅地方。會帶啲無窮樣嘅想法。係啊，嗰時我哋想講我哋來試看咯。畢竟講有200年嘅歷史咧，冇錯。我哋標起嚟嗬，鬼無才，嗰時我哋一天一天接起來。嗰所以啲傳統嘅法通睇新人咧，啲書香地方，而可能我行出無窮嘅路。休息下我看到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來自藝人屏東灣碼5歲東慶莊嘅真山路當現場，同我哋分享講麥嘅按度浸泡上。我想重溫一下真山，因為頭已經有講到講，體育藝人浸泡上嘅啲來源嘛嗬。但是我想重溫一下講，因為其實喺歌場地方可以，其實有經驗，如果到年會專門去藝人5歲來參加藝人咧浸泡上，但是其實伊多多少少係啲。我有啲技術性啦，譬如我哋講嘛，5秒鐘一節，但是喺節跑還是節落拉打，有啲緊張嘅時候，拉打我先接出去嚇。可是像一般嘅民眾睇嘅體驗呀、發通嘅時節，但冇有譬如講行前安全嘅一個教育。哦，今日嗬，浸泡上今日我會睇現場，我節之前嗬，我睇有時陣聽緊人講，安樣嘅節，我準備乜嘅東西，譬如講。泡嘅本咧，拿書行，唔可以推建起來，建起嚟人個細粒按咧，嘿，唔係你一條窗咧按嚟接過，一條窗咧接唔過，接唔人，我就咧我前啲困起來，困起來，困嚟能點火，能接，按嚟成功嘅幾率都個高。個係，係聽一個，咁而家年齡咯，有年齡嘅限制冇？人生上嘛冇啦，冇特別限制啦。冇，冇特別限制。冇講18歲以上嘛？冇，只要唔敢接，都不能接。真是的，可是小學生嘛可以接嗎？可以，你曾經有小學生去接哈？有啊。人講個起碼我係都係新年嘅表現，睇年哦電都冇按定陣，新年嘅吼佢定陣，有嘅新年吼伊開始來，伊都。嗰強嘛，因為泡嘅青島泡嘅啲幫來幫去啊，一定都唔對人意講，啲人做吼，我調前台啊，健康啊咧，我以為啲新年咧吼，因為媽媽帶伊來安尼，伊都講，伊媽媽都每可以看得安認真，每講我跳舞，人家新年都講，我雖然吼過上跳啦，但是我咩過上活着回家安尼啦，但是吼，迄本面吼，我哋隔壁有啲阿伯嘅地方，看到伊安尼過上跳。伊都教伊講，講我用拿跑嘅，咁點嘅吼，伊都沒有以前我接出去，我講嘅以後，伊真係都拿伊下起嘅哦，你跑去拿起嚟都拿嚟跳嘅哦，我跳嘅情況，伊有聽媽媽講，我係咁嘅呢，真係咁嘅呢。我們說是至少睇一啲算是有一啲經驗嘅太人家嘅一啲指導帶下啦，吼，以及新年都開始會。完成自家嘅體譜，接體擺，安尼就算是我哋接自跑嘅。咁種人在準備嘅過程裏邊呀，比如你一擺係準備要幾個跑龍啊？我哋一擺吼，嘅跑龍加都一啲，一擺都跳一粒。人哋所嗌嘅起伏飛啊片會準備3粒跑龍，3粒跑龍。個嘅吼，因為唔知道跑龍嘅有冇，我有風暴，我有風暴，嗰個。假使講現場有民眾嚇，嗰陣時嘅民眾，伊感覺幾好高，幾神奇，伊如果贊助，冇唔錯，贊助嘅時間，我哋如果再加幾粒跑龍。嗰就變成講可以現場加碼啦。如變成講啊，其他3粒俾你揸，定係搞到唔拉擺，啊，你喺現場有我哋咧，算是參加民眾啊，講譬如講個贊助一度嘅風暴，你可以是現場去加跑龍，安尼彈性幾大呢吼？你跟我講啊，今日真的是想講，個這幾好搞哦，啊，希望再多加幾個跑龍啊，你可是贊助幾個風暴嘛？安尼嘛，幾
贵神奇啊！跟等于讲，伊可以有的贵太弹性，可以把它发通变成讲无限延长。当然，都差不多连两头4点半左右。係啦，跑龍大係好啦，喇叭都好嘅。咁你個印象地位啦，最夾咧一擺係一度擺。如果最夾嘅跑龍比你大係一球啊？最夾啊，可能差不多5分鐘左右啦。當然，因為一開始嗰陣跑龍嘅掛嗰個，一開始嗰時有一個圖背天係位置安個係咪？係，因為他講因為貼嗰時候佢唔好接，當時才要建議有困難，係因為困難，係啊，真是的。嗰時候我哋天天嚟講，差唔多5分鐘模擬節都再講一下，模擬節都再講一下，好。嗰時其實像有啲話，像譬如講對你哋狀態人來講嘅話，像譬如講我哋恆春嘅搶菇，佢已經有專業的嗰種搶菇隊，明年的練習吧，你冇係，甚至有啲人嘅搶菇隊，盧卡路伊的安泰處嘅明年都喺練習，可你哋嗰邊有安尼專門嘅，我哋講專業戶，可以嚟係有啦，就明年嗬，一天我嚟參加，以跳多嘅紀律過態。每個禮拜都一條嘅多，有一公司才真是冇咁簡單。冇咁簡單，係一技術性嗰講，同時因為有時風采是要轉，會轉，如果多數時候會轉，嗰時唔想講像我哋嘅長姑樣嘅，一路就爬的，嗰時你咩隊伍排好了，然後體力弄好了，可能都可個順序上面，但是因為入邊變數太多，啊你嘛個好啦，無他個有啲機會啦，可能啊因為以前吼，譬如講縣政府有判講啊，那個我哋講跑場嘛，記得前幾屆啊，全部嘅梁山啊，梁山特戰隊下了，因為明年都睇接個手榴彈咩，一路對人來講嘅話，只是講扛過些一些啦，但是人對人練了幾百路，他有路直到嘅我哋個跑務先啦，前幾年全部叫做梁山嘅阿邊個全部下來組隊參加拿獎，可是我都想講啊，咁從人來講嘅話，你冇有村長地，冇有嗰種專業副總務來，平常我來練習都是隻專業生嘅時間，我來衝鋒吧。可以來有啦，嗰一兩年有冇？從我哋愛睇愛睇迄個一度後生嘅，然後帶一定啲朋友來。啲朋友嗰度寫模嘅，嗰度寫人嘅，但係如果貼片標一粒，能本寫模嘅個寫人嚟接咧，必定咪要按嚟監數啦。按嚟衝嚟好，因為其實都對我哋有時講有種東西我哋要教唔得，好嘛鬼無聊，但是標你個愛是咧，甚至跌下來唔係縫包，可能係啲買娃娃啦，而家佢流行叫做娃娃啦，冇啲娃娃啦，冇娃娃東西，對寫模嚟講嘅話。嘛，我有參與感啊！咁從一般來講，呢一種嘅發通來講，健康嘅項目嚟講，從一種講跑上，也算是一種省身心，還是講算是一種腦年咯？好，其實我哋看一下講跑上一開始看到你個腦年可以觸及，但是我哋了解其實係我哋皮膚肺底部嘅，我哋皮膚肺有強身。養生，白天講幾百個，貴嘅意思好了，其實有幾神聖咧，但是咧，透過講跑上也發通嗬，本他人向我參加，有感覺，又可以拉近他人嘅關係，嗰個講係唔免到，應該係按嚟講，然後你地背嗬有神聖，神聖地背嗬，應該有人情味啦，嗰次咧啲發通。因為我每樣問題都想我講，因為從按好教嘅發通來講嘅話，係咪明年如果等到長一生人可以教到？係咪講有可能講睇拍啲發通，有可能拿出來去另外拿出來，變成一啲算是腦眼類嘅發通。好，從去年嘅我哋都有判要。都有旅行社啦，旅行社一定都感覺一發通改好教，但是平常時教唔到嘛，一定會同我哋接洽我哋如果貼片必定去準備按嚟發通，如能講跑上按嚟發通必定去接按嚟，嗰時伊唔咩講，伊聽下同我哋咧搶八公幾度讀強下，而且可以獨立出來的一個算是一個文化體驗發通，咁呢其實對亞洲發通來講嘅話，也係一種獨特性都高嘅啦。
好，伊唔单止讲一天要停顿的西服机，停顿的金白饭也全部变成一条线的一个发通，伊等于讲伊即个可以凸得出来，嗰种睇伊的可以的热的吼，我哋都可以直接来做安尼，算是讲炮上的文化体验。咁从我哋啲文化体验来讲法，有人数嘅限制冇，譬如讲2多人以上啦，冇你讲鐵多人嘛冇辦法。好，人生上吼最冇11人以上啦，咱單獨來接安尼講炮仗嘅時，因為人鐵上面個冇接啦，冇安奇妙啦，所以人嗰度差唔多20個人、30個人安尼咩做得，但是其實你講，我哋嗰度人家國旅嘅人啊，差唔多如人事高太，我哋講大哥哥大姐姐，阿姨係咪炮龍係一種安過？嗰度遇到人哋50間，接唔到到，佢將安尼法，能用嘅去，我哋講客製化無缺啊，伊哋講炮上嘅法通咯。係啊。你講咧，假使講，我哋會看現場嘅環境，哦，睇下人接得樣生樣嘅。啊，假使講，你哋就接唔好講嘛，啊，當然我哋炮龍都會講下，安尼，去調整本，睇下人可以參加到。但是你這個我你未講，譬如講這個人強人，有嘛去過嗰度地方了嘛，吼。你會發現講，嗰種見面應該係5嚿水東西中，也偏有一啲安尼算是文化體驗發通嘅話，伊可以代表一種條樣嘅一種影響冇，你講一種好處冇。哦，我是因為講我哋5嚿水吼，假如有安尼講炮上嘅發通吼，安尼就等於講有安尼勞動社區嘅一啲概念啦吼。比如講有人來就有錢嘛，嗰陣我哋會帶動我哋5嚿水地方嘅經濟啦，吼。當然我哋5嚿水地方買嗰度做生意嘅啊，像買辦嘅啦、客家辦嘅啦，吼，雜貨店安尼啦，吼。對於個村民來講，吼，也都有啲幾好嘅經濟來源啊。都有人入來，好有人入來，如果去睇沙區地方，我哋會有一些多多少少會有收費。但是從我哋人入來以後，有一啲，因為以前我哋呢嗰度嘅沙區嘅一啲旅行嚟講，都可能睇去老樓啊，哦，可能睇個食個風味餐，可能都做得。但是你講真係可以留下來體驗下嘅沙區嘅發通嘅講法，其實冇多。但是其實講，你家嗰種講，人家睇去5嚿水去老莊以後，可以去體驗下人哋講炮仗。其實講炮仗也發通，又唔單止好高，但是也俾嗰種聲光效果都幾好。係啊，係又可以有自炮嘅，睇下人行到自炮，其實幾多嗰種以前嘅嗰種聲音嘅嗰種快樂嘅想法，如果停到落空了，然後又佢出去，係一定睇下人咪變滾，上路啲，係啊，有些都冇些都全部都變滾，係啊，至少睇嘅過程地冇佢快樂啦，嗬。嗰種其實像係傳統嘅發通，其實都見教緊你哋嚟講，應該從人嚟講，我要上嘅除咗講炮仗以外，我要講睇講炮仗嘅前後要上嘅夾碼嘅發通。前頭吼，種個人吼，前頭個人會盡量去辦一些小旅行，吼，問大家人先入來我哋5嚿水，吼，但係你介紹講，我哋5嚿水唔單單係跟啊貨房嘅文化，我哋咪去幾百公嘅戲服嘅文化，嗰時講不一定談嘅時候，我有興趣，吼，講炮仗跟人哋一定會過來同下節，嗰屬於啲傳統嘅文化加入新嘅元素，如果變無缺嘅方法，第一篇開始展現出來。首先下個下個節目我哋話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講節目來自我哋5嚿水嘅真善，同我哋分享講講炮仗嘅過程。或者請問一下真善，因為頭都已經有講到講，其實也已經有200年嘅歷史嘛，吼。但是唔知個係一啲角度來看一件事情，都係講從一種傳統嘅一啲發通地位，年輕人參加嘅會多冇？包括係你做工作人員嘛，吼，冇都參加發通。假使講講炮仗嘅件事情吼，其實參加後生嘅幾多？同後生幾多？但是呢，唔係講到像戲服費，吼，一連串，吼，槍聲啊、200公啊、800公啊，一度，利落落嗰個人
也服祈福会运作的时节吼，也得一般后生诶都讲唔愿意来参加，因为一种嘅事情吼，如果要谈经营，吼，我有一定对来讲，如果我有压力，嘿，或者讲单纯要体验讲炮仗的时节，后生诶一定迄个欢喜，我参加诶，但是还是要有人去做嗰种，能讲最无聊，但是还是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啊。咁一部分有想到讲，因為去上人強人來入來也為的，我哋算是我哋生命費的位咯。哦，像安尼嘅話吼，我哋如果用更加後生嘅個有法度接觸嘅部分，譬如講社群，哦，譬如講短影音安尼，像我哋一擺去年嘅講炮上。我哋都有請攝影師來同我哋全程錄影，好，錄影完之後吼，我哋又沒當標燈咧，我哋都去帶去5個國小，好5個國小，搞一條國小嘅高年級嘅學生咧，用嚟去剪輯，用一定去加國圖，一條影片本嘛，一條學生咧，一條學生咧一定都將一影片去剪輯，先一定各一嘅部分做成一定嘅短影音，短影音我哋都。上傳到 YouTube 啊 YouTube， 嗰陣我意思講，借由安尼嘅一啲宣傳嘅方式，本後生嘅個地講，我哋希望可以做乜嘅事情，悄悄嘅一定有安尼影響嘅時節，一定要個願意來接受，來向下來攀安尼希望費。一方面嘛，把亞種嘅一種接觸嘅角度吼，變到我哋嘅小學生。好，至少係對人生活開始都提講，其實我哋總體地方，其實有安尼嘅一個幸福費用，其實平常負責嘅一啲工作係嘛，同時喺養生嘅過程地方，其實有每一啲節，每一啲過程都有一啲意思嘅嘅，慢慢地用簡養便宜件事情去了解到過程，同時嘛了解到一地方嘅一啲意義嘅最重要係講，每啲人剪嘅東西冇同樣，尤其我可能對養生一件事情個有興趣，我可能對最晚嘅嗰種做辦法啦，甚至講擺白工啦，甚至講講炮上嗰種興趣，每啲人都剪出以這個最有興趣嘅團。真。哦，啊入邊都看到說，每啲人其實以校嘅角度冇同樣，校嘅面向冇同樣嘅時間都提講人來。因為無同樣嘅面向嘛，由於這個對每個人嘅想法係無同樣嘅啦。但是我想講，喺一般人嚟講，我讓我去把講，因為講炮上變成文化體驗嘅一部分，我讓我去想外面嘅人，我讓我去講一啲故事本外面人，啲講今日來5歲出嘅來一片老了以外，其實係有啲貴有我200年嘅文化體驗可以做。其實吼。有啲東西講在度吼，攏冇比不上自家去親身體驗一擺啦。係啊，嗰時講當然我哋會先提講我哋規個講炮上嘅一啲過程，乜嘅很多幸福費，做乜嘅擺白工，一個文化由來係乜嘅，做乜要講炮上，講不一定談嘅之後呢，我哋還是希望大家人親身來體驗。你等於講。也希望講一種嘅體驗法中，其實係一種唔單止係一種文化，200年嘅文化，但是伊嘛，我一些親身去參加地方，唔能可以去了解文化嘅意義，因為唔係講一種托個路地，係因為真係我以人身體力行，然後以作為。你哋講做乜嘅也被發通可以流傳到600年，每一擺都聽下哋5九歲。其實早期聽下哋幾多客家種都有啦。如果有講炮仗，但是因為後來都幾麻煩啊。然後後來都幾多種頭都冇留下來。後來見到聽5九歲要堅持去保留也為啲傳統去留下來，因為傳統都唔係講啦，要愛依啲安置嘅依啲捏造，要愛去裝依啲炮籠。其實對於啲人來講，如果教我哋講，哎呀〜白公雞應該都好，唔使咩有我冇嘅啦。就流於形式，冇錯。但是至少留下來以後，都發現到講其實也係啲最重要嘅一種是文化體驗嘅一種一環啊。一環地方唔單止講更加可以用，擺白公嗰時可以用，但是其實平常冇咁樣嘅發動地方，嘛可以拿出來本thân嘅嘢體驗，至少本thân嘅嘢提供也會。當初我哋先面很用去保護我哋總體嘅歷史，將基本要帶來啲病，一病係用嚟做乜嘅呀？好，
从也吼，你我哋去甲创新的新电板。哦，嘿，创新的新电板，创新的新电板。大家应该看过新电板，其实你当方有演绎的乌龟造型嘛哈。啊，像我哋也吼，我哋咩空用，我们就把它做成糕饼。好，其实底部包的迄黄梨啊，啊，像黄梨饼安尼。啊，但是呢，外表吼，如果演绎的乌龟造型，像我哋一般的新电板空用。嗰时呢，我哋有不一的名嘅，叫做龟鹤韵。哦，龟鹤韵，咁我那有名咯。唔看龟鹤韵吼，係用嘅客話來念嘅話，叫做龜鶴韻。哦，龜鶴韻，龜鶴韻。一龜吼，如果我哋龜板當行嘅烏龜，啊呀鶴吼，如果我哋拋龍當行嘅鶴，係，就龜鶴韻安尼。哦，當初我想要把新電板去改良成安尼，其實看好了都幾上癮咯。幾上癮吼，因為如果安尼講，其實我哋後生嘅吼。是一種傳統嘅龜板、新電板會失 V 啊，會太快，太快，還有個搖，係個搖，係。所以講我哋都想啲改良，去符合我哋後生嘅年輕人個好食嘅口味。但一般來講，跟你這樣來講嘛，因為這個伊阿名冇按照新電板哈，還是講如按照龜鶴韻咯，龜鶴韻，伊阿名按照龜鶴韻，因為我話你冇講。因為新電板一般來講都出現在擺新電的時間，好，有時係同樣嘅龜板啦哈，但是擺新電的時候一路都新電板，咁樣時間平常時買得到嗎？哦，平常時嘅話，市面上買唔到，一定要請來。市面上買唔到，而且我哋起貨費買得到。但是乜嘢時間可以買？從廿杯嗬，我哋更加 TV 都提嘅人整一班嘅時間來買。等於都限，我哋講限量販售，係限定版嘅。咁安尼唔好啦，都是以搶到用咯，搶到就請來。咁聽你講，咁愛聽喎。係，我先聽哦，因為也做好幾個一禮拜嘅時間。係啊，因為我哋啲兩台唔睇咯，錯㗎，然後嗰時一天先聽，做乜嘢聽？淨係聽，淨係聽都多。先聽都收嘅，嗰時。當初我想講，我去改良也未算是我哋傳統嘅新電板。除非講，通常我哋一般來講啊，其實有些龜板係太快，和年輕人唔多好生，從什麼生態。係咪有嗰種新嘅想法？你講其實我哋傳統嘅東西，你不可以用新嘅一啲相對化包裝嘅意思咯。係錯㗎，因為像我哋嘅意思講，平常時我哋當然我哋傳統佢重要，嗰陣我哋新電板我哋還是會繼續用，但是因為我哋想我哋咧後生嘅入來嘛，去同人聽書，所以我哋一定要有新嘅東西加入來，一定都會各有新意，嗰個也係其中一項啦。所以不免我哋嘛會慢慢地去創新一些嗰部分嘅東西。因為也真係佢重要，因為對嗰種年輕人來講嘛，如果感覺到講有時傳統嘅東西唔係講唔好，只是講佢講，因為傳統嘅一啲算是一啲。算是一個制度地步嘅時間，如果佢講俾你讀嘅，我都講以這個習慣嘅東西，比如講我哋講其實佢流行習慣是變嘅啦，好是給亂搞啦，但是傳統都會辦嘅，係有嗰種我都辦嘅地步，都可能都包傳統嘅東西，有可能包草莓嘛，我都包柑嘅，什麼哈？你可能以前嘅我哋講大福、糍粑嘅，什麼？你講日本嘢都可以包乜呀？包吃婆嘅，包草莓，所以我要擺去有包柑嘅。包柑咩？因為人哋蜜柑安色嘛，伊都包一幾粒嘅，一種創新，佢是某一種創新，甚至可以包梨嘅，伊哋嗰種有一種梨嘅色色嘅，都包嘢。嗰種我想到講，今日人哋新電板地方，我哋地方一定要包鳳條嘛，可以包草莓，就譬如講，入面要包迄黃梨啊，唔單止黃梨哦，還會加蔓越莓。哦，係吼，啊，為另外一種口味，可能會再加一啲玫瑰花。哦，也就是說，就是一種新的一種創新，但是其實我哋對北港嘅建議還是冇改變啦，吼。但是節目嘅最慢啦，對未來有乜嘅想法？有乜嘅一種新嘅期望？好，既然吼，我接備也起貨費吼。我當然希望講，伊可以建造建態半一多年底啦，嗬。從一萬我哋台灣最鬧熱咧，都我哋白沙屯馬祖嘛，嗬。係咪希望我哋起貨費哦？由於你可以做到創意嘅案例，但是呢，雖然建造建態嘅狀況下，嗬，我還是希望去保留我哋講炮
祈福会底部最单纯、最纯粹一條儀式，唔可以唔間係，一條靈魂啊吼，像我哋參白公啦、祭白公啦、拜天公一條東西，我哋意向一條留下來，係唔會講太商業化安尼嘅東西啦。我就講，我哋希望講有一日，我哋做到像白沙屯媽祖安泰嘅時節，有上到可能全台灣嘅人、全世界嘅人來參加嘅時節，一定還是可以感受到我哋最原本、最純粹的那種感動。但是就等於講，雖然講我哋有地方可以創新，譬如講我哋行政版可能會改變，甚至講我哋其他嘅，甚至我哋可能講炮仗嘅一啲流程，甚至可能我哋海外炮仗會變得個講。但是最核心嘅一啲部分，都講我哋建白宮這件事情。流程啊，去搶白宮過來祭拜，然後建白宮一件事情，其實也最重要嘅，真是那個真是我哋祈福嘅一個創新，唔可以改變。故事等於講，有啲地方啊，我希望講可以保留原來嘅傳統；有啲地方其實我哋嘛可以比多聽到我哋時代一行啦。咁從一般嘅人來到我哋5九歲，我哋體驗到我哋咧祈福嘛好，甚至來食炮仗嘛好。你希望以帶住一種樣嘅心情來去參加我哋咧從5九歲嘅活動嘛？好，希望來參加我哋食炮仗嘅活動嘅一條旅客佢帶種兩種心情啦一種都好奇啦另外一種都尊重啦先講好奇啦好奇從我哋提帶食炮仗嘅時節。祈福會建議嘅長夜班，我哋除嘅講拜天公，個參白公一條儀式，我哋嘛會去做社區嘅導覽，我同大家人講，我哋嘅文化，也係用嘅一啲儀式。嗰就講，我哋嘅旅客有好奇心，帶着好奇心，你會感覺會挖掘到更多不一樣嘅故事。另外嘅尊重尊重嘅話，你會講我哋雖然係食炮仗嘅活動，關到日個出擊。但是伊迄跪托的敬天敬神敬我們祖先的一個活動啦。我所以講，還是希望他人帶到尊重的心情來。真是我希望講，有一日我哋咧一啲食炮仗嘅活動地方，可以將我哋咧白沙屯媽祖嘅老景象嘅，而唔單止可以保留最傳統嘅一啲核心，從事我哋咧建白宮嘅部分，同時嘛把以最鬧熱嘅食炮仗嘅活動，可以發揮到最大最完整。有冇感謝我哋真實嘅現場分享安到安精彩故事？好，多謝我哋主持人，多謝我哋咧觀眾朋友希望大家人有閒咧可以來慢慢5九歲來請來聊聊，多謝大家。休息下喎，等聽下啲先生來強化運動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到我哋嘅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嘅影片分享出去哦。